各位街坊請注意，食完雞蛋之後，千祈唔好馬上食以下嘅呢啲嘢，唔係嘅話，你會後悔多0次啊！雞蛋本身營養豐富，好多人都習慣咗每日食返1、2隻。但係食物之間係有相生相克，咁你又知唔知道食完雞蛋之後邊啲嘢係唔可以馬上食嘅？建議大家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方便以後隨時隨地揾得返嚟睇，亦都可以轉發俾你身邊鍾意食雞蛋嘅親朋戚友。第一，雞蛋加豆漿係咪好多人早餐嘅固定搭配？如果你都成日咁嚟食，咁就真係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豆漿入邊有種蛋白抑制酶，會令雞蛋嘅蛋白質分解唔到，身體吸收蛋白質嘅效率就會大大降低。第二，唔好馬上飲濃茶，因為茶入邊嘅單寧酸會同雞蛋入邊嘅鐵元素結合，形成大量沉澱，刺激腸胃，唔單止影響營養吸收，長期仲有可能搞到便秘。第三，唔好馬上食鵝肉同埋兔肉，呢兩種嘢偏酸性同寒性，食完雞蛋就食佢哋，好容易刺激腸胃，搞到肚屙肚痛。另外，今日仲有個秘密要話俾大家知嘅，以後你喺屋企蒸水蛋，只需要記住我呢一個方法，等你蒸出嚟嘅水蛋就好似鏡面咁乾淨，好似布丁咁嫩滑，大小朋友都會爭住嚟食。咁蒸水蛋到底係用凍水定係用滾水呢？好多小朋友都中意食蒸水蛋，好食又有營養，但係10個街坊入邊有9個蒸出嚟嘅水蛋都係又老又多窿，食起身一啲都唔嫩滑，小朋友見到都冇晒胃口啊！今日咧將我喺6星級飯店幾十年大廚蒸水蛋經驗，最後一次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。如果話你嘅小朋友放假喺屋企，早上總係冇胃口食早餐嘅，咁你都可以試下呢個方法，整出好似布丁一樣好食又有營養嘅蒸水蛋。方法非常之簡單，只需要學識呢3個關鍵點，喺小朋友刷牙洗面嘅功夫就可以搞得掂。食完之後包保比開籠雀仲要開心啊！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。首先打入2隻公雞蛋，加入99粒食鹽。食鹽唔單止可以增加底味，而且仲可以令雞蛋更加容易凝固。咁想要整出好似鏡面咁滑嘅蒸水蛋，關鍵係雞蛋同埋水嘅比例。啱先嘅雞蛋大概係100毫升，咁加水加到250毫升左右就可以啦。記住雞蛋同水嘅比例係1比1.5倍，跟住充分咁攪拌均勻。想要蒸出嚟嘅水蛋既嫩滑又冇窿，呢個關鍵點你一定要記住啦。睇到未？就係呢個浮泡。你知唔知道點解喺屋企蒸嘅水蛋總係唔夠出邊飯店嘅咁好食？其實關鍵就係呢一個地方，蛋液上邊嘅浮泡一定要過濾走佢，咁樣蒸出嚟嘅水蛋先會好似鏡面一樣咁嫩滑。之前我都係用匙羹撇走呢個浮泡，結果就係撇走咗好多蛋液，浪費咗心痛不但止，仲撇唔乾淨。咁自從用咗呢個過濾量杯之後，就方便咗好多啦。佢唔單止可以過濾，仲自帶刻度，而且佢仲係環保食品級 PPE 材質，可以放心用佢嚟裝食物。跟住等水滾之後上鑊，將雞蛋放喺蒸架上邊，記得要冚翻1隻碟，防止水蒸氣跌落嚟。用中火蒸佢8分鐘，再焗翻2分鐘。咁樣一道好似鏡面咁乾淨，好似布丁咁嫩滑嘅蒸水蛋就搞掂啦。呢個時候你再淋翻少少香油，加翻少少生抽，最後落翻少少蔥花，點綴下就有得食啦。清清淡淡，嫩滑到入口即化。就算係早上起身冇胃口嘅小朋友，見到咁靚嘅蒸水蛋，個個都會爭住嚟食啊！關鍵係呢個過濾量杯，平時仲可以攞佢嚟洗生果、洗蔬菜、洗米、過濾麵條等等，都係可以做到手唔沾水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好用嘅過濾量杯，大家可以喺附近超市或者小賣部睇睇有冇得賣。嫌麻煩又或者怕買錯嘅，可以點我頭像下邊櫥窗就有同款喺度等緊你。趁住廠家做緊活動，嗱嗱聲帶返屋企試下啦！